来在地人在地情要来讲，台湾本土的葡萄有一大半来自中华的大村。大村有袂少在地人是卖葡萄卖甲变大好业人趁真侪钱，嘛因为安尼，所以大村7000万的厝真好卖。嘛有农民使将近300万的进口车去顺产水，所以大村会当讲是种葡萄发大财。驶一台甲艺人阿翔同款的进口车，中华这个农友唔是出去要乌白来，是要顺产水。驶进口车顺产水真正有够猛，伫中华靠种葡萄，财产超过1000万有钱人，真正有够多。因为改变较早交货或搬箱的方式，将葡萄变成自产自销，为本来1公斤卖80到90块，即马1公斤变125块到180块。因为介绍好赚的钱，佮投资设备，安尼好种葡萄嘛会使发大财。若要进口车，佮会使买厝。一世人要三家进口的安尼啦。按照做为你做哪？拍工作啊，讲找着种葡萄，讲种葡萄好康。当地农会嘛，正是讲10几年来存款一直增加，总存款是81亿，其中50亿是农友欠的。存款的话，大概如果葡萄收成后哈，大概我们农会存款大概都是在1亿5千万到2亿之间啦。种葡萄利润真悬，不过嘛是看天食饭，只要天气若好，年收入超过100万唔是问题。嘛希望会使吸引少年人做农做花发大财。